嗨，各位聽眾，今日我一殺一刀，你都做成功嘅節目，就是這出啦。這出咧，可能都無個 accidentally 未記 broadcast 啊，然後就家人 YouTube 人都會看到啦。感謝大家，這禮拜頂咗嚟，其他幾禮拜是我講到小學嘛，然後這個禮拜我們對咗嚟講中學嘅事。所以我咪看咧嘅變是住先，咁看大家即是人特別嘅邊有個你嗬，咱看特啲正個你嘅啦，哇！你看咱個你特別嘅邊到啲 clubhouse 成介紹成 clubhouse 下邊特別嘅邊咧，就是未使講咯，叫了我嘅名，叫了我嘅名，今時啊未使講，我是未使講，了個有半減啲歡迎，大家好。個有差別分群嘅一定。差別分 testing 嚇，佢哋แล้วก็มี故事話咯，มี故事 anniversary ลอง看到噔噔噔，半困，你半困啊，所以你個啲困半醒。哦，你聲是困嘅，一半醒，困一半醒起來聲，特別你個啲個，但係頭一個 intro 時你是困嘅啦，頭一 intro 都冇得就是困嘅，個阿三laksa沙咯。歡迎各位人。阿三拉沙，但係你未講嘅就係咪叫？但係咧，咱無 accidentally 無落掉，還是出來。你講你講就是話特別做producer，你講。半減啲，你特別 advertise 半減啲，會使做你 producer。你講是 research。代理，一張搞。當今個有迄個啊，個有袂使講阮叫着我個半減啲搞做 research 啊，了無咱可你見那批啊，我甲阿舅嘅囝啊，迄個四百九啊，一年都係一刀，佢未做工咧，一年都係一刀。แล้วก็我人到啲 clubhouse 下邊，唔是到啲 clubhouse 講啦 ，Zoom 下邊嘅嘢 ，Zoom 下邊有 Zoom 有個人喎。你看，哇！真水，你看我嘅頂嘅了 ，including 阿龍嘅卡底當然冇啊，好佢就一點檔，但我諗看到啲卡底，特別我係 keep recording 有人看啊，講卡底，阿龍是好監嘅啊，是講當然佢 record 佢嘅，是分做冇卡底嘅，免看卡底，阿龍如果掉手舉起來，揸呢舉起來，冇一棍腳，然後人有冇大行咯，歡迎我唔講你名唔對啊，知道？冇大行，แล้วก็有貴囝，歡迎貴囝。大家好。個有我人毛毛菇，歡迎。大家好。個有我人有手，個有毛了微微話嘛。Hello， 大家好。安怎有手個有毛啊？你咪寫曬做嘅 studio 嘅嘛？哦，是啊。studio effect 嘛呀。studio effect 嘛，就有水。我唔真得做喎，我未曉。你博士唔是本人嚟看呢啊？你博士本係超嘅啊？係啦，係超嘅啦。哦，而家人學家姐女校博士學係超，是唔是？你 audience 啦。冇嘛，把你做先嚟 mature 淡薄嘛。哦，嗱，你看。哦，等陣我未記會講，個有人第 N 嘅人就謝啊，第 N 啊會報告啫。頂住我報告知道，我 try 看我個報告佢知道。人第 N 嘅人我會記 recently 嘅啦，嗬是佢見個第 N 佢等陣我都被卡。但當時我都會做隻 page 嚇拍出來樣嘅，就是第 N 嘅，係你等我看啫。但我個直頭出來喎，樣係你 information。佢大媽個講句名㗎了。但我講句啦，但係佢講句知道啦，我感謝大家嘛，所以我嚟報告啫，因為名都是。都冇係係 music 啊，還是咩？即係 music 啊？哦，未唱講嘅。哦，啊，即係播咗安尼。住人我諗下，這個字是白托，第一可能白糖感謝白托，了。你看你個好聽。
未聽到喎，你 audio 特別話去迄個professional 叫咩啊 musician mode 特別 on，啊不我未聽到 music noise 都未聽到 cancellation，咩？Bing？未，哦一下 cancel 起來喎，哦，OK，我們就先 OK，你看，淡薄，對淡薄，你 because 你特別用 original music，你該放 music。I mean original sound for musician 應該放 music，一聽到哦，OK，我繼續嘅，我begin，自己講完做，แล้วก็有就是講下ก็有 Teresa Ong 是定住 YouTube 啦三人你是要地 and Teresa Ong，แล้วก็有波劍啲冇地 and 波劍啲感謝波劍啲，等我可以看落。即波劍啲，個有個有細漢嘅母地 and 別胖 New Zealand 嘅佢驚咯，แล้ว個古靈精Australia 古靈精母地 and 咁時，แล้ว個白青加卡吹甜母地 and แล้ว細漢嘅地 and 攞到咁時。OK， 在當今嚇，咱那是到底嚇，對我講咪好 test 人看嚇，到底迄個 coffee 嘅 website 呀，到底 coffee 嘅 website 那是講啦，我哋 end 啊，喲，你知了呀，我真歡喜，感謝大家，差唔多會好我嘅迄個啊，我嘅 Zoom 嘅 subscription 啊，yearly 嘅 subscription 啊，嚇。stream 感謝人哦，感謝人。嚇 yearly 真貴咯，我唔知百幾塊嘛，我冇睇掉哦，yearly 我敢若學monthly呢。哦，佢講阿 John 啊，嚇，你有甲人講你阿怎 decide 被 subscribe 為 Zoom 嘅？我必須講。對 ，good idea，對，我是定住是咱做咩下，咱到底 club 唔使擺幾阿名 house 啊，嚇對，我到底 club house 講話咧，我講，哎呀 ，because 樣即我嘛知我是 subscribe 嗰啲 ecam 啊嘛 ，ecam live 我 subscribe 了一年，有冇講阿伯話依樣我隻新嘅 feature still 到底 beta test 掉，啲當今嘅講樣誒，好如用個 Zoom 嘅，所以你特別用 Zoom 嘅好，當然你話我按你借人本好啦，我即個 processor 冇講用只借嘛，所以我講按你是好咯，我嘅 computer 未講真正改啦，未買過新 computer，特別特別 crash 啊，特別即 still 未打個人未改啊，然後我咪是講我想要用 Zoom 嚟做咯，我講比較多亂嘅 example， 應該是唔是亂 example， 亂有時候 hopefully 我 broadcast 冇咧聲出去，但我覺得我咁整好耐聲。anyway， 我到底Clubhouse， 我到就會講嘢，試睇講你哋大邊背，你背，我未 decide， 我未有下，我講還是要做一個字，然後嚟 subscribe to Zoom，還是我要學 monthly 嘅，還是咩？我未 decide， 所以我想我講。somebody 講，你咪搏背咯。哇，真係啦，我見到搏背，你先搏背。別使講就叫我愛搏背哦。我講 OK 咯，我使搏背咯。然後 somebody 講有搏背嘅 website 嘅，所以咪是叫啊，你叫我搏背。哦，佢而家講 online 係搏背。所以就叫我搏背咯。online 係搏背。即係叫 link 好啊，我就第 link，然後一時是我 bad 喎，一時 quick come，那面是。未係咩哦？แล้ว佢冚是好嘛？唔是咩？我是冚嘅啦，我別記得頭一個是叫我。你是係攞你開啊？是係咪？我分別記啊。either way 是對。either way 是唔是講嘢嘅，買就是嘢。但你冇梅。對，我冇梅 intention 個，所以我講我 try 過。你今日訂冇梅關。嚇，所以我講我講出來我 intention 咯嚇。我成日講係咪subscribe 一年嘅？我個講就係咪 subscribe 一年嘅咧？然後就訂了到一頭彈性背啊喎。
你話限時去 subscribe 咯，sensi subscribe 啦，他你直頭俾佢一年啊，嚇冇嘛？是我係你梗係貴背，啊咯。你背就同我講嘅嘛。我是想講，OK，我未看一年愛買，但是別來講，我未我一個月咧愛買，所以我嚟看咗，我只看到一年實貴喎。價10箍嚇，一個月價10箍是價貴。伊無講價真濟啦，伊一個月唔知幾鐳啦。啊，我是一季節嘅，係啦，一個月 OK，不過是講，我是想啦，我是想講，我出嘅辦法㗎啦，我 try 你一道都未講就成功啊嘛。我 at least 是用 Zoom 嚟講。路人嘅 experience 有可能較好，人哋講搞較濟人就識較識啊嘛。然後 on top of that，我用定住用咧 Ecamm 嘅嘅 interview mode 嘅時候，真亂咯，就我聽到嗰啲聲真亂，伊嘅 noise cancellation 無好，一聽到呼呼呵呵沙沙呢，你去聽下頂幾節咧。所以我講哎呀無 consider subscribe 咯，然後 subscribe 咯，我都冇辦法，我 subscribe 一個節，然後幾節過嚟計，我咪是。計了計幾箍咯，一個月較貴，一個月較貴嘛。特別得嘅啦，because Zoom 伊真 strong 啊，伊嘅 feature 伊 function。我用你手佢掉到你手嚟，係嘛？你手砸掉啊！佢掉到你手嚟。แล้วมาเสียนะคนเนาะ所以當今我人當今我人就是有 Zoom 咯，แล้ว嘛是真歡喜咯，安怎做誒？即係我話見那個了。伊個即個 video setting 嗰邊哦，你看伊 video 嗰邊喎，伊有 choose virtual background 嘛，แล้ว有 video filter choose avatar，即個了就是伊 function 嘛。哦，แล้ว我ไป驚係咪？我ไป想有手有迄個。แล้ว你 OK，你開出來แล้ว video feature แล้วfilter แล้ว我背 because 就係咩說 ？because 我當然是 go through 嘅是，我 go through by Ecamm 嘅，所以伊 effect 未掉我。特別會掉嗰兩人咧 ，maybe 我做是弄嗰兩人會掉嘅。別，我諗家己就俾 setting 嘅。哦 ，choose avatar 係咩咩 ？filter video filter。冇，伊 video filter 一定有一個 studio effect。哦，唔係，我驚 crash。OK，so crash 緊謝。嗱，แล้ว我當佢變一隻牛了。哦，你係 download，你等我看，我未看到即個不大行 loading 呢頭，你看超 video。Anyway，我俾佢人講嘅就是，若是講人第人類嘅時候，我你看到伊會彈嘅呢，伊會出即。好了。Someone just donated. Oh, okay. 即伊出你看咧，伊出就係講，有人第人嘅時出一個彈聲。好了。所以感謝。所以แล้ว我會使冚，我係即去啊，即 OK， 你冚嘢 OK。嚟，咱講中學嘅時候。中學呢，定住咱講小學，但講中學。中學大媽咱冇講到過，我每人看人讀到一間嘅學堂。OK，嚟講冇大行講起先。你話袂講你家己嘅？哦，對，我先講 OK， 我是讀中零，對，我讀中零，我就 rehearsal 過嘅，咯 déjà vu， 我是讀中零嘅，你話頭面咧冇大行。我知行家。阿 John 細擊當劍，一邊細擊一參上。嚇！我 friend 咁細氣啊！你 try 看講嘅出咯，阿 John 都嘛 try 講。等我 channel 看，一細漢嘅 channel 字，不，一成去讀還沒看的。我聊咯，哇！真係睇到誒。特別，哎呦，睇落估，我還沒特別我感覺到無久誒，3個月了啊，讀。哇！厲害！太準了咯，阿John。太準了。Junior，你個係你近講嘅係嘢。厲害，我個男仔學嘅功夫拜書對嚟啊！你看啊，人
人講個爽爽，啊，咁人笑啊嚇，但係微微話冇注意聽，誒，但係啲看一個機係花到啲頭嘅，喺度一邊直接照片，一冇插人講，咪個機係花就知。有啦，我有聽啦。啊，แล้วก็จะ困起來阿龍到啲邊 ，OK，嚟，我打行，咁แล้ว then after that 特別我個仔喎，接尾去，我想到阿基班機入邊啊，破地哦，哦丟，睇住我想話，哇，你是頂到太，我頂到冇雜波，冇搭波誒，我個頭子呢？厲害咯！哇，拍照，嘅人拍照。哎呦，這裡介聲啦，冚人介紹你去看咗呢，介打開你對，OK，嚟，所以你拍你拍破地，我打破地，我打架Form 5。哦，破地拍放快，誒，做乜你自人看過呢？阿咩啊？嗰26人看過。人comment看，人到底看掉，人是哦，未必是 clubhouse 嘅人，是 clubhouse 嘅人看，人 comment 看就最到正啊！啊，這是嚟，我唔知這是嚟喎。Zenny Zectas，當那是到啲 clubhouse，是到唔係到啲YouTube，還是到啲 Facebook，當然個看 live 嘅人同我講就係。啊，OK，then 你睇破地。Then after Form 6咧，我 actually 有去他中陵一個月。Then 我中陵，sorry，中陵我 Form 6讀一個月。哦，哇！你是 collection 啊，你 collect 即係你最中哦，你四經。我去過四經，哇！第四經是啥物？啲興義，我有 Form 6，我 from 興義，他們讀 Form 6啊？有，特別我因為我嘅 combination，我嘅 subject combination 真係奇怪嘅數，所以近啊興義嘅學我你看因為我兩本啲幹生意，我係 Form 6。哦，生意是that means 是生意 visual 加 Mandarin，so and 佢哋 combination 真係奇怪緊啊，興義有，但係佢興義嘅時間真係出名嘅，因為伊真學嘅啲咩人嘅。哦，誒，so 我去嗰邊哦，我去興義哦。你是壓，哦，生意是 art，OK。所以我班內嚟人嘅。誒，你生意 art 成咗係嚇 Form 6。哦，Form 6嘅 art 啊，是 actually Form 6嘅 art，因為我Form 5我是 science class 嘅。特別去個 Form 6嘅是 actually 我喺馬來西亞嘅生意 visual 是 quite 有 standard 嘅，你知冇？哦。因為我有三個 semester，first semester is theory 咯，我愛拍生意 visual Malaysia history 啦，加 roughly 係你world art history 啦，in Malay。Okay. So the second semester is sketching。哦。sketching，然後then third semester is that。用咩等人出來然後。然後好緊要。third semester 就是你政府話要學你一個批，等你開你批起來嘅時候，喺面頂有一句話， then 你愛according。係 fortune cookie 呢？有淡薄好像個 fortune cookie 嘅款咧，所以嗬，你愛 according to 佢一句話嗬去做你嘅 project 咯，所以係世界裡 flexible 嘅。哦，哇！So why 佢 semester 是 why topic 是 nuclear bomb。哦，哇！So 我人愛做家己啦，所以做家己我愛做 portfolio 咧，按照我人愛用這個文檔，按照我人愛用這個 motif，then 我人愛 explain，按照我人愛用這個玩啊，你看。哦，所以一時做下面，一時做 poster，還是 any campaign，係下面。OK。唔是嘅，你做下面本嚟，所以我其實我做嘅物件是 surrealism。哦。我就是用 surrealism try to make it like 我是用板 then 我做人真痛苦嘅款，特別我用我嘅這個板嘅這個 canvas 入邊啊，我嘅人是 3D 嘅，我用 clay 染到喺面頂嘅款，但我嘅 T 下都是像個你 Van Gogh 嘅款，像個 surrealism 嘅款。and 我嚟寫一個 portfolio 去解釋講，按照我嚟用這個 choices。我係 choices，so logically 去 analyze 嘅款。哇！
They show 就是 actually 是 semester 2。我哋我 Malay actually form 5是冇講真好嘅，then 我去 form 6是因為我先生弟弟妹我係數，因為我先生是要淡薄投降嘅，特別真好啦。伊是出名多，因為伊淡薄 artistic 本哦，OK，所以變個伊多學堂啊，真係先生愛甲伊 communicate 不淡薄坎坷，所以我看伊甲我有時有看到就是伊都是直直錯先生嘅。所以伊家才個一定伊家先生講話是有時本無，伊會多我哋頭前直直錯係先生，所以不 artist 特別伊真好啦。所以我哋 semester 2嘅時，我對伊講如果伊哋每我馬來文都係真好啊，因為我人嘅愛寫喺 semester 2嘅時候，我人真濟即個 question 係15分嘅。So 即15分 it means that 攞 elaborate 嘅快教，而家係學到15分，then 攞 elaborate in Malay 啊。So 我伊個 semester 2嘅時，伊每個問題都是學到一個 abstract 嘅話。and then 伊度嘅個 question 就是silakan interpretasi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叫你 interpret then 攞嚟寫，攞嚟想辦法 logically 去寫這個話代表講係咩？then 伊是無係你對加錯嘅 answer，特別你係有係你terminology 去 explain 這個物件，所以係你是 form 6嘅 semi visual。哇！我唔知講探討嘅喎，你點樣講興意？伊唔是講咧學堂冇有嘅嗬 ，because 我唔是講咧學堂冇，但所以你去入邊就是 because 探討你 semi visual。有探討 semi visual 是對。OK，未歹本啊。OK， 那個每對人嘅一定嘅人，主要是幾個人，然後4人嗬。即係我知咧，我細記你是讀中齡嘅，我佢驚。我搞，即係細記就是定到都講過一個阿龍上等。所以你中我讀幾間？時我中我讀只成我讀一間。哦哇！別個冇到紅筆。你中我是？上一間哦，你中我是？你上乜？對，甲我上。你甲即個是中我是都甲八嘅嗬？你甲阿龍？中我甲八。讓 remove， 無你無讀 remove 嗬？你跳班嗬？我跳班。跳班是你成績考啊好，小學時有攤跳班嗬？這時差不多。我唔講真正好，都好攤跳。你唔知我未記，所以 qualification 我未記啊，上未記。I think 我們未記啊。你上一時我冇夾得了 A 啊，我冇夾了 A。嚟，你是要 call 車咩？有人你 call 咩 ？UBS 啊 ，UBS 是成日識嘅嚇。那是 UBS 咧，那是講到愛一頭起 form 1咧，你特別嘅 SK 嘅 Malay paper，你嘅 SK Malay paper，and then 你是 C above 啦，嗬，你個會使去 form 1。OK。所以你若是講是嘅 SJK 當人學嘅bahasa Cina 嘅 paper 咧，你是安怎本好？未起嘅，特別拍 remove 嘅，未起嘅。即係你睇 SK 啊，你我未記啊，我唔知安怎調掉。我愛看伊幾歲咯 ，because 1997年1995年過後咧，伊個加了。變做咧，可是你嘅 SJK 也好，你嘅 SK 嘅 Malay 也好咧，總之有嘅到 C 呢，就會使去 form 1了。特別未記咧。我是92年考嘅。92年考 ，so maybe 要睇 SK 嘅咯。好呀，未記。我係咁是 UBS 啊，我係是5年級考嘅，5年級嘅。本年來人嚟嗎？本年來人嚟嗎？檢定考試。我是頭一年嘛。免讀冊了，係6年級。對，6年級免讀冊。對，6年級。應該我是頭一年讀嘅 UBS 嘛。哦，你頭一年 UBS 啊 ，OK。
一时开始我年代嘅是 KDSR 无相嘅喎，跳班。你想 Standard 怎？ Three 夠攤跳呢？Standard Three 夠攤跳呢你是報告 stick 嘅跳板請嚟卡一對。 ？Standard Three 你做一 Standard 個 three 哦，嚇，特別你做一 Standard 3係個真正搞嘅喎，話咧你跳班嘛是真搞嘅 student 了。我冇跳啦，別人冇跳啦。你跳未過？我都唔知，我都唔知有安尼 exam 嘅，我先猜做特別伊是 standard 3跳去幾年？跳去哈 standard five 啊，哈，standard 3跳去 standard 5啊！我是想講，我是想講 standard 3跳去 remove。冇，I think mathematics 都條字啊搞嘅啫，哦，OK，我想就 standard 3跳去 form 1，你講 standard 3跳去 standard 5。我冇估，特別冇是只字啊啫。係啦，冇是只字啊。OK，特別我人 high school 冇通跳嘅，特別即係比賽講到是讀可能學嘛，所以是 already 跳班嘅嘛，I mean already 讀冇讀 remove 嘛對。你有落堂跳班咯？是 Catholic school 嚟。哦，你是讀我人冇 remove 嘅，我人。伊是 convent 呀 convent 啊 Catholic school 對。then 你唔免跳班，你讀人嘅到等無啦，你是緊招。無，伊是有 extra class 啊，會9個2點嘅。你看。แล้วรู้เท่า 哦，他啦，哇有聽寫得到 feel 嘅。你 fail 是未見得寫好。誒，聽寫是 dictation 啊！哎呦，我哋 stress 嘅 dictation，我是你先生講我未了，我想未見到寫你一接佢第二句、第三句啊，我寫未出。是咧。啊，做 dictation 啊，當邊 computer 啊，迄個 computer engineer 啊，就是聽到未好聽寫，所以好一起 computer 一起寫 programming 寫 dictation 嘅 software，so that 伊免得 stress。我諗個再講個對小學喎。唔是跳，OK，冇人講跳班嘅事。OK，so 啊，等陣會今日毛毛菇誒跳舞是到位。誒，你有冇細擊跳？係咪叫你講？我佢驚。你唔是細擊咩？唔是地。我聊啊，juice。你用嚟鬥啊聊。嘢 credit 用嚟。一百海我知。多數話騰晒。嚇 VM。多數卡關屋，唔過我當時到曉曬啲山邊嘅哦，嗱我山頂啊，是到底你這是有邊啊？有幾啊？這邊哇有幾啊？管屋啊，這姐，因為做管屋啊，係 school 嘛。中屋，你是中屋，唔是管屋。High school 就是啲 high 是管嘛。古仔是 HSBM。哦，哇啦，特別咱講學嘅，我們都講管屋嘅，咱講大中屋啦。冇一名叫school 嘅名，一名叫管屋。哦，一名是叫做 high school 啦 ，BM High School。BM High School。High School， 好難叫伊管屋。哦，我唔知啦，叫管屋誒，所以叫 BM High School 嘅意思就是講，啷是叫管屋，就是意思就是 BM High School 啦。一名是 high school， 特別你學嘅話就講一名大數卡管屋啊。係咯，係啦，管屋啦 ，high 管屋啦 ，high school，high school。high school 可能講嘅變領咪是中領 high school，就唔過中領管屋。是 high school， 叫 high school 是阿莫話嚟講。叫嗬，特別我諗 high school 是阿莫話。佢邊就是叫 high school 呢？我諗把海人我哋講叫 high school 呢，就是就係講就是很勁呢。哦，變咗成個 synonym 而家成個 Kleenex 㗎，就出名。呢是 SMK 係啊 ，SMK 有杯架是換嘅 SMK。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係咪冇講係阿莫奧嚟，本是阿莫奧嚟啦，last time 嘛是。because kebangsaan 是 national school，kebangsaan means national school，that means 變換下學等嘢啦。
tapi semua orang tu sekolah menengah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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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 So SM 呢，你都是 SMK 是kebangsaan。SMJK แล้ว佢會 upgrade orang tendang jenis SMJK 是有 jenis kebangsaan Cina。SMK tinggi Bukit High School Bukit Mertajam。SM 呢是last time 那時呢是 SM 呢無 K because 而家一個 K 呢是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kebangsaan 是意思是講政府會等下。Yes. SM 就是 private 數字呢。唔是semi yes。我做 treasury about interact club because 我人學堂嗬 sekolah menengah 呢無kebangsaan 呢。我人嘅學堂嘅 electric bill 嗬，我人 interact club 行鐳嘅，我 interact club 隨翻啲去鐳啫噃。interact club 係咩事啊 ？interact club 係咩？係你 Rotary club 啊？被捕抓啊 ！Rotary club 啊？被捕抓個แล้ว被dancer sharpener。哦，羅姆有啦，你係邊個德姆 Rotary club 啊？啊，不，這裡毛毛沒有啊，佢馬來西亞有誒，毛毛菇，佢馬來西亞有誒，有啦，但係我冇，有咩 Lions Club， 我未記你名啦。老人嘅咧是叫 Rotary and then 30幾歲嗰時10幾歲是 Rotary 嚇 Rotary 我識講 Rotary youngster 咧youngster 咧叫 interact Lions Club 我不聽嘅 Lions Club 所想 Lions Club 是 Lions 冇想 another non-profit organisation 冇想NGO 所以我叫我做 interact club 嘅 treasurer 嘅後生爸爸叫我睇嘅，評論嘅教晒都隨住無聲咧，隨分鐘啊，哇！後尾我懂嘅。所以啷個記得要 fundraise 啊，興定會寫啊。你啷特別 responsible，你 because lottery club responsible 你未白表啊？lottery club。佢可能寫車kalau教晒。係咪？我佢可能寫車，OK。and then PIB 只不過學淡薄類嘅。冇，我寫車啊，冇講到做咩？我諗未記，未記啊，未怪未記啊，不過到係伊名 SMK 橋，伊個叫加隻 K， 加隻 K 去，所以你名未記啊。唔知係咩事，哇！記啦，我冇咩funding啦，定冇夠累啊，佢就被變做政府嘅東西。應該是啦，我同你講，這呢嗬是。這裡是 SM 即係kebangsaan嘅嗬，若是講是鄧人學嚟講咧，成日講中領啦，熱線啦，咁樣我本地咧是伊人有一個董事會嘅嘛，對，所以伊人本地呢伊人是無參加無 under 政府嘅，所以按怎有一個kebangsaan咧是 after 一九幾年啊，你看若是8幾年、9幾年啊，是呢，伊就招加了即個唔是 under 政府嘅學堂咧。若是講你人愛 funding 咧，你人特別 under 政府，所以 that's why 伊人變做kebangsaan去。所以你看中領啊、中領熱線喎，按怎伊人有 private school 咧 ？because 有一部分嘅人，伊人咪 join 個政府。所以 that's why 伊人特別出來開 private school，安尼看。I see。OK， 明白啊。And then 我是學堂是迄個是 Catholic 啊嘛 ，Catholic school 啊嘛，so 唔是華人啊嘛 ，so basically that's the reason also 咯。我同見我係學堂冇了，totally demolish 換去了 ，totally 嘢換個了，換個了搬回個了，迄個男個了搬走了。點解即係kebangsaan school？所以我等過有啦，是講伊變做kebangsaan school，攞是 identity 去啦，冇叫講咩？伊名頭前名，伊叫 convent 呢，伊冇叫 St. Nicholas convent 呢。頭前你名冇第一邊 convent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convent Kedah， 點嘢啊？呢換個了啲呢 ？I think 唔是，但是 Kedah 呢 Georgetown 呢 BM 個了本變了。如果我成日是 high school 換一個名是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tinggi Bukit Mertajam. Nah, tama 學人看咯，我大行學人看伊嘅小英特別所以特別叫做關澳嘅啊，我直接奇怪，即叫關澳啦。That means 講 high school，一時直頭 translate 啦 high school 關澳。即係我估佢搞，佢特別衰，所以叫做關澳。because 應該一時多一個斜坡，你看你嘛？斜坡แล้วอี toilet 有幾個？block B 嘅啦 ，block B 嘅，冇 because 伊古早是 before 伊是等嘅時啦，像第二世界大戰嘅時，有日本人啲邊徛過做 communication center。แล้ว有真濟亂葬崗啲係你地灣阿伯有嘅。伊邊下邊有一個亂葬崗嘅。亂葬崗係咩？亂葬崗就是我一個啦，我點啊，隔了點咯。成間我撞領後尾一個坑，一直塌落去嘅。人講下平時嘅啦，坑啊，人死啊，後都接起嚟大，一直撳起嚟咯，係啦。你叫做亂葬崗。亂葬崗是。English translation 是 Mass Burial Cemetery 啦。特別喺你是咩話咧？華語啊，亂葬崗。亂葬崗是華語。亂葬崗是做有長人字嘅，伊是崗是頂面一個山咧，下底一個崗。哎呀，四山崗咯。崗嘅意思可能是亂葬亂是只亂嘅亂啊，然後葬是什麼？亂。葬禮的葬。亂葬。咧，一好似我 continue，咧，伊就是一個阿伯為我這樣借，你都在講喺你脖子啊，紅色嘅哦，綠色。沙家啊。米吉沙加，紅豆啊，對，米吉沙加，米吉沙加，哈，我嘅做有啊，叫什麼樣？真係真係哇！我同你講，哎呦，嗰陣時間 romantic 呢，佢有會橋啦，佢 glue 起來一 love 嗰一個 arrow，哎呦，你荷蘭啊？荷蘭啦，荷只 can 啊，嚇啦，แล้ว有杯 SRP เข้าไปขี้啦你這邊就打自己 Q 啊你播啊，叫啦冇讀冊啦，就是叫啦冇讀冊啦，แล้ว之後個咱有過 SPM 啊，對嚇，對咱個 SPM 咯，嚇，你講啦，你啊，等陣我咪話 SRP Sijil rendah pelajaran Ya, SPM Sijil pamit pelajaran Malaysia. Pugima. PM. 會話咧？會話都探咩學堂？我讀只普通嘅學堂呢，我本是讀 Malay school 嘅。嚇。就是特別你華文你好誒。我讀小學華文嘛。特別你讀我個 continue 啊。我讀8年嗬，我都未好。我同你講，我讀中學嗬，我個表緊哦，我 Form 4那時嗬 ，because 我 Form 3嗬，我係華語嘅成績啊，唔知是蝦米數咧嗬，入到 C 都滯哦，然後我就是杜爛了哦，然後我就直頭嗬 Form 4，刷了啦，咪讀了啦，咪讀了，咪讀，所以 because 我人 Malay school 嗬，會使自己經嘅，就一部上加。Chinese school 啊，你看都compulsory 的有華語嘛？然後特別我人是會使經嘅 ，because 伊是教加 Form 4 Form 5咧，嗬，伊是成日講一個 extra class，你講啊幫學了字典。成日別使講嘅啦，嗱，成日別使講嘅啦。extra class 你講你掉拜過啊，然後拜過，咁就有線喎，冇啊，我冇線，我 Form 4嘅時我就咪讀嘛。我冇讀，我 Form 4嘅時我直頭冇去。佢attend 佢 class 是唔是去考先生引導是唔是？冇，
冇 because 我甲你講，我人你就是我做過，未使講講。我2000 year 2000那時，冇 year 2000那時我人有一個新嘅 SPM 呢，就是叫做 Sijil Terbuka。所以 SPM 呢，Sijil Terbuka 咧，就是講你會使 call whatever 你愛嘅 subjects。你知道？แล้ว你กัน有5個呢，是定要愛嘅 call， แล้วชุน呢，你會使揀嘅，你會使 call 個20 call， 會使15 call， 會使你總之你有裁掉 call， 你就 call 安尼款嘅。所以呢，都問題是講我 drop 掉我 at maths， 我 science stream 嘅啦，但係我 drop 我 at maths 咯，我 drop 我 physics 知道？所以 physics 加 at maths 我是冇 call 嘅。แล้ว本地呢，你是冇暑假，你冇暑假先內 call 啊？冇嚇，我冇暑假。แล้ว個 account。actually 到我嘅 class 我人 science stream 咧，一個加一個 account 我人咁做，然後我感覺就梗係 stress 呢，所以我讀 form 4一刀一年嘅 account 我 form 5咧我就 drop 掉了，所以我一頭 drop 掉3個 call 咗，所以我今日 call 7 call 呢喎，所以你 teacher 就教我講啊，你7 call 有淡薄上少啦，你若是講你愛去 apply。University 啊 because last time 時我人 SPM 會使 apply University 嘅讀5年，so that's why 伊講你最好就是夾嘅一個咯，較安全淡薄，所以冇辦法咧，慢慢調逼就俾夾長人啊咯 ，because 規個 school 就冇蝦米其他嘅 subject 我係，然後我慢夾 mandarin 咯。你冇 surname 啊你？冇 ，because 伊是你會使 call， 你會使去外口學。啊是呢，你到 school 你看伊 timetable 安怎排咧，了你去上呢哦。哦，特別我買啦，暫時嚇。然後我就讀長人哦。แล้ว form 5ก็เลย夾到對長人就，แล้วก็唔要緊 form 5夾長人我今日去咧夾一年裏邊啦我今日去10刀你講呢，แล้วชุดในกระป๋องแตง冇去嘅。哇！แล้ว你個 call 咧 call 出嚟？call 出來啊！是我夾 B 咯，個未擺啊，冇夾到 A 嚇，夾到 B。你變咗安怎你有興趣？會曉你一等人都看冊什麼？啊，本地I mean 講小學那時就看冊啊，然後我寫文章啊，你看呢？寫文章，我怎麼是我讀8年嘅中學，冇10幾年 ，Oh my God！10幾年嘅等人好，我個等人無緣，我跟你講，我睇來睇去睇未到嘅，是咩？Because 我個一項物件是講，我當 form 2那時，我有參加光華日報啊，光華日報我有做一個，冇有做一個 society， 是伊想要 train 你做記者嘅。係 journalism 嘅，junior，然後 journalism 學到去有興趣，學記啊，校園記者，校園記者，所以 that's why 我就 from 嗰邊嘛，學寫新聞啊，然後就寫學堂嘅新聞咯，你八卦啊，學堂嘅新聞啊，係咪先生？冇騙啦，離婚啊！譬如講成個係咪 society 啊，有新嘅 AJK 啊，還是我諗係 school 做 campfire 啊，咩嘢？AJK 就咩意思？啊，你就等過啥？committee 掉，個 AJK 就嚟，安尼款嘅物件啦。所以就所以有學掉安尼款嘅物件啦。所以我係當人 actually 唔是真好呢。成日講到係去個只簽嘅啦，係咪古文啦，係咪名句精華啦，係你講咧我本是未。特別你教寫，你 technique 教。我會寫呢，我會曉伊 technique 呢。是未想玩啊？可能我曉 technique，我寫字本拍未出來我直頭。我想未到字，點解我同你講啊？當今日嘅句啊，嗬，我係華語 standard 啊，我唔知6年級教我 ，maybe 3年級呢。你會佢講好啊，啲人你係你頂嘅領嘅時，我講你 Mandarin 講 fluent 啊。我講話係寫我未寫，嚇特別我特別寫我等嘅香港。寫當今家人本未寫，而家講到啲未寫啦，我都未寫。我跟你講啊 student 會話啊，老師這個字怎樣寫哈？OK， 等一下，然後我寫手機啊，because 未記嘅，我只估冇寫。咱是用拼音寫呢，是唔是？對咪？
平時景咧會進啊，你看到嘅時你會進，特別紅險上非常危險。對，好，馬路我本是別寫。丁德林我未歹啊，丁德林我會講我會特別，我若是講你要叫我寫一寫 article 係咪哦？我係 standard 唔必3年級呢，我寫出。丁德林你咪 continue 做咯，你咪 fluence 咯。係啊 Malay already 有一個平台。但係學你 train 講華語咧嘛，你會一個是啦嘛，冇事咁即講冇 please。哦是咩？但你講 from 嗰邊，你本嚟就係講 Malay 嘛，唔是？我聽黃氏人、巴拉人用 Malay 所講話，Malay 啊，哦 ，OK， OK，嚟，咱講過了，咱中學啊 ，OK，so 但係我未記得中學係咩哦。你 clubhouse 我是 Seberang Jaya。Seberang Jaya，OK，Seberang Jaya High School 啊，登關澳啊。Sekolah menengah Bobo isi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eberang Jaya ni nada bau tinggi華語咧，華語。sekolah menengah masih 西伯朗在呀，西伯朗在呀，中學，西伯朗在耶。哦。所以一人福建話就是西伯朗在呀。哦。西伯朗在呀，斯布蘭啊。斯布朗在耶。斯布朗在耶。Seberang Jaya Seberang Jaya lah. Seberang Jaya tu si segala kau le bulan ni lo, iya sia. Alah,那就是斯布蘭Jaya。OK， 然後 Clubhouse 人等我看下邊 Clubhouse 會，別使講，等我記，細記啫。Sekolah menengah 唔知咩 convent 呢？convent Kedah， 對啦，冇啦，冇Kedah字啦。Alostar， Kedah字啊，Tungging Kedah字啊。哦，定到冇。Sekolah menengah St. Nicholas Convent。And then 我讀落嚟用學，and then Form 5是大sekolah Bukit menengah Halis Kebangsaan lah。Bukit Nanas online auto。哦，你搬去吉隆坡。Bukit Nanas 是吉隆坡嘅嘛？對。Bukit Nanas 咪是我係St. Michael Church。St. John。St. John，yes，St. John。Yes。個 KL Tower 嚟咯。哦，你是到啲 KL Tower 嚟啊？是 Bukit Nanas 是 KL Tower 嚟。我當然我等好整嘅。OK，so 你是讀家 Form 4了，搬去吉隆坡㗎。如果麥樓啊嘛，但係是就樓邊啊嘛。你咪是大吉隆坡啊？我知啊，我咪是大吉大。我地盤住就啊嘛，所以咪講對自己啦，自己大邊讀大學了，所以去咯。哦，那一半，你一半無講讀了個去啊嚇。Because 我買得樓啊，樓所以伊條過路時候，所以你較好個去大個你知啦，就是講。你 many 成個。我防快時我買得死啊。哦。你看病本人啦，冇。哦，所以頂到時，before 你走嘅時，一般人冇好事啊啦，所以你到下邊嗰條，伊嗰條過路係咪？所以你咁樣搬去。冇過啦。因為對我大姊，應該大姊大我10歲啊嘛。OK。你讀大學了啊嘛，所以伊咪是 basically 係叫下邊個話攤位，然後可能一大班個了姊妹個了睡厝那邊咯。了即個保險店。memory 個這是，我係 memory 個這是大幾大喎。啦，你較濟年啦。保險店是係咪緊嘅？保險店睇到啦。花水話，係咪緊就冇好嘅等嘅咩？一隻 G 嘅，我學咗一隻。哦，對 ，St. George's。St. George's。我想到，係咪緊是冇好嘅等嘅呀？我係高尋你嘢，我覺得。係咪緊冇打波嘅呀？係咪緊打波呢？冇，你講啊你，係咪緊你講啊？打波，你打波就。係咪緊991年代是已經變quite好嘅學堂啊？我頂到冇好嘅呀，頂到冇好嘅呀。Yes，快啲學堂啊，你唔知咩？我佢之前做啦，真冇好，小姐，真冇好。我聽我阿講，佢真冇好，甚成見啊！你甚成見啊？你哦。
OK，then OK，แล้วรู้ทัก Saint George's，Saint George's ทักกับ Form 5，ทักกับ Form 5เดียวแล้วบ่ทัก Form 6，บ่ทัก Form 6ที่ private college。Say OK，so รู้ทักกับ Form 5，รู้當ทัก Form 6或 Saint George's 還是有我學當時特別嘅咋。你 SPM 你係 call 法國嘅華尋 Bible study 冇嚟咋？哦 ，because 伊有人興趣 call，伊人都有 provide，成個 I think 你家己學 maybe the fee for the 先生。然後I think 我人 Form 5冇通 call IT was a new subject。哦哇！點解我人只 prescribe 嘅就仲領，你是特別就考幾行嘅？是啦，個 bursary 嘛，我人教了個 bursary 冇睇經嘅 ，OK？ 冇睇經嘅。你嚟 exam 是 minimum 是10科唔是啊？比賽 less than 10科啦。我冇 Y 是冇個 ，Y 是8科。冇9科。冇我睇 Astri 咪8科呢？哦，8科我上9科。我係10科啊。minimum 10科啊，你係 Mandarin 11科嘅幾幾啊？我係係咪？我聽話，我想話，我係記我一科，我讀阿摩咯、Malay 咯、華 Mandarin 咯，แล้ว有 science 成個是有 science 是參起來成一 combine， 無成講半 physics 上面是 combine 叫做 science 咯。哦，你是แล้ว mathematics，then mathematics modern 啊。Mathematics modern 啊，對 geography แล้วก็咩嚇 sejarah 嚇 sejarah 對 history แล้วก็pendidikan moral 類啲有嚇冇樣叫 civic 嘅，因為你大是用 civic 嘅 civic 冇冇啦，我叫 pendidikan moral 啦。冇冇講我教你點先是 pendidikan moral，tapi yang 嘅當然一年樣叫 civic 嘅。civic 係叫 civic 嘅公民，讀公民啊，civic 嗰啲啊，所以8科，係你冇一科嘅啊，所以啊，先有啊，先有8科。你聽 geography 哦 ，geography 啦，有差唔多。你繼續教你咩咧？明唔明？冇啦，我算 geography 啦，8厘。accounts 你嘅 accounts 啊，有啊，I think 我冇 BJ， 我冇。是咩？我有讀 pendidikan moral 有科嘅咩？有科嘅。SPM 我你大 SPM 係咪食哦？係係夠食嘅咩？夠食嘅 SPM paper 啊！喲，未記咯 ，please，唔知啊 ，sometimes 我係藍色嘅。哦，我係藍色嘅，我未記咯，我真係要青一青青，你看嘛，要青有藍有冰嘅對。啊對，伊無相嘅，無相嘅，無相嘅啦，對，無相嘅，你驚到嗰邊嘛 ？OK，但我諗講咩啊嚇？我想教10月嚟。喲 ，Oh my God，ambitious！是啦，我叫我你當時第一都10科嘅，比賽 less than 10科嘅。我上未記，我特別每位 friend 啊。I think 我考9科嚟咩？我有考 accounts，so that means maybe 我考9科啊。9啦 ，minimum SPM is 9嚟，成時9嚟 subject。然後等人學成時10嚟咯 ，because 要 Mandarin 嘅書哦。冇啊，你 science 我在 science 人嘅忘記這裡 subject。science 我是 science stream。because science 個我哋 math 三嚟 science 讀過嚟啊嘛。有真三嚟 science 啊？真三嚟 science 咪是嚇 biology 啊 chemistry 哦 OK， 我未記掉，OK， 三嚟 science 啊？你係記什麼？ maths 啊？你係記 language at least。我係記到 physics 嘅 bio 兩個 bio 讀到 sperm 嘅嘛，我係記啊。你冇讀 chemistry 呀？你冇讀 chemistry 啊？我上未記嚇。有到 already 佢哋啊嘛，你11科咩？你11科係咩 ？OK， 來水。so 我哋 math， 然後3嚟 science， 然後3嚟 languages 嘛，然後history กับ geography 嘛10嚟咯，然後個moral。
我會睇 geography 嘅時候 ，because 我人我等你 science stream 都免睇 geography 嘅 ，geography 是 extra 會使踢掉。我人冇誒，我等得嘅啊。你本查仔課啊？你在做咩事？我20科呢，我20科呢。And then 我人生會人20年嘅。我冇 Mandarin 嘅數。冇，你知啊 ，SPM 啊 ，actually 是真係好嘅咋 ，because 你知就說，因為actually 你使經嘅 ，within 佢哋 SPM 嘅project 嘅裏邊啊，你愛經係咪 subject 嘅，特別 because 會學堂咧冇人興趣讀佢哋 subject 啊，因為一冇你要 quiz 嚟辦學你你明唔明？因為政府學你嘢嘛，對哦。有陣時講你愛考下你咧，你愛得去別嚟學堂參加伊人嘅班，或你去你 private tutor， 伊來你學堂你 share the cost。特別 actually 會使嘅，你愛考下面唔會使考嘅，對唔對？because if 你明白啊，咱本來有 vocational school 嘅咋。叫當你學會。你 vocational school 伊人考嘅物件是無相嘅咋。就個 I think 我個 sister 睇嘅是唔知咩。就個 circuitry 啦，還是architecture like drafting 嘅 class 啊，要考嘅位置。所以伊人嘅school 個無相咯。同伊他 retake SPM 嘅喎。會啊。會使 retake 嘅。佢使 retake 過啊。OK。我 retake 啊。冇，我想講冇了，原來個有嘅。你真係屬於愛學伊會使 retake 哦 ，because 啊，當今真正濟。真正即個成日講土工嘅事啊，伊有誒呢成日講政府嘅部門喎，伊愛路嘅物理，但就愛有 credit 嘅。特別是啊，出來做工咧嗬，แล้ว特別成日講，你考無掉咧，特別你個無 retake 嗬，แล้ว未咯，看你數就所以人會使學你 retake 嘅。我係叫 retake，你會使 retake 幾多項，你咪 retake 個了係嗬。對，你會使 selection optional 嚟嘛。所以你今日使 retake，咪你本嚟使係今日一科呢。對。嗰個一個是 July paper 咯，啦，我記。識識。July paper 是你咪單間你會考嘅啊。BM 嘅嚇，咪單間你會考嘅考一個 BM 嘅咯，今日考 BM 嘅。John 今日咪俾佢考。我死啊！你講的是當叫啦，人咪有攤咪成個講有攤 break rehearse 唔是 rehearse， 咪成個冇攤撻啦，然後叫人家記起啦。你講你攤得先。baru有 prosa classic prosa classic 行考。係咪是 prosa classic？ 係咯，係咪嚟 literature 咯 Malay literature。冇行考啊，你 literature class OK 啊，冇講就行考呢。我點先係有？冇啦，是講當今啊，當今都行險 now 啊 ，today 叫你去考。冇去卡一頭夾一去考，對，都去考。我是干了fail，我是 fail 干了。Maybe English I pass，maybe English I pass。嚇 English，真係別。但係想就失敗啊，都就人。特別 English 咪是 literature 咯，咪是條談嘅。特別我話曬我 at least 我可以 survive，但我冇講我係彈就好嘅成績，我講我 at least 係 pass。特別有時 Mandarin 㗎，係你嚟講我試啊，我 already Mandarin sejarah history sejarah 㗎。sejarah 我本是 fail 啦，geography 我本是 fail 啦定 ，mathematics 我本 fail， 試我近了 fail。我當佢到底嗰陣我是 fail 緊了嘅部嘅。你阿長你年代是 geography 唔是半羅裝嘅咩？你猜下 topography 啊？咩geography dalaman 對，我係使經嘅 international，I think 我係經 international 嘅，所以我有讀 US 嘅dalaman ke luar negara。對，我係叫我讀你 dalaman， 但你就考 dalaman 你就被淡薄本，特別你使去較深嘅。then 以前嘅 generic， 以前我係記特別一個參，你使經整個 dalaman 一個較深嘅 dalaman 係 dalaman 一個係 international 嘅 geography 嘅，所以我經 international， 我先生教嘅時候，哎呦，我那邊 tribute 到我先生，當然是他總領人，我可能知，我先生是叫做何立堅。
OK，所以你知好你知哦。哦，已經教我想，我可以。要 OK，咱看看要加上物件 OK。伊講人在這麼時，等人飼豬嘅時候，讓只狗食咧無做伊講怎嚇？等人飼豬時，只狗食喺度啲豬頭，只個豬尾跟那豬腮無隻呢。然後伊講亂。冇食時候，你去嗌啖幾條湯開嚟，哇！佢一粒頭到啲兩邊。呢個人講喎，呢個人講你告訴我，你呢個人講，你人特別安怎啊？伊講啊，我教人安怎鮮，人特別曉鮮。講一下一教 geography 講，你唔特別在 fact 特別你特別曉鮮。你教我 technique 哦，講你要會記呢幾項物件。你特別曉鮮，特別你講得這樣時，特別殺幾句下邊，你都會鮮，都會彈下啊！講，我捌聽過喎，你貴條聽你賭嘅，嚇，貴條聽裏面你聽，你係聽過喎。佢講咪做 B 啊，佢講你在巴黎胡馬，巴黎胡馬對，是巴黎胡馬是唔是做 B 嘅？唔知，伊是 dry，無用水嘅，無浸水嘅是巴黎胡馬。伊講。你睇人我又叫我一同學啊，問伊講安怎人較濟人知你巴黎沙瓦佢巴黎胡馬？伊講是啦，無你頭先食豬鼻背啊，未幫曬啊！伊甲我講福建話就伊教 geography，伊教 geography是講福建話。係有時講福建。嚇，參講福建話啊！安尼看到，但我做咩是紅香講呢啲呀？伊是查某還是查某？查某嚟。哦，查某哦，學你知，哦，學你知是查某。OK。伊名係我等就開始嘅。行咗伊名啦嗎？學你知。伊名是學你知啊，我所叫伊學你知啊。學你知甲你上機上啊？無上，上機無上人。上機是上機，學你知有耐上機 OK， 這是較早，這較老，這是少年咧。我是相機到撞你，誒，特別我講撞你，咪講撞你物件，真是我有加即個幾件做隻藝術，嚟講近點 ，OK， 撞你近點，一件咩？咩？我就係講差佢條啊，來下面叉米啊，是叉佢條。叉米粉是外口嘅，叉米粉係吹女啊，哦，吹女是啦，誒。無，有嗎？唔是後尾是打，後尾有吹女有日本，特別你出名嘅嗬，撞鈴嘅叉米粉，人講嗬是撞鈴大妹嘅邊啊，係一件厝嘅。OK，特別人嘅學堂嘅吹女嘅條，人嘅學堂嘅是叉米粉咧。我幾年前吧，可能年前我到底去食本啊。上拜我係朋友嗬。我甲我8年，所以已經是唔知10幾年啊冇去啊。一個月2年人啊，我只少去近點食唔見哇。我們只少去，所以冇近點咯。我 intermittent fasting， 我聽到。對唔對？唔是啊，你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啊？誒特別，唔是愛水，聽到我冇咩食 ，because 嗬，伊都唔是，我冇食喎。因為伊是下晡班，我是早起班嘛，所以早起班讀了。我1點半就放工咧，放學誒嘛，所以1點半放我嘛對住個食。無啊，有 recess， 比我無去食誒。啊，最奇怪。我聽講龍角邊食了拍膠，你講嘢冇去食。咁樣講話。你冇食啊？我記得啊。我有食，有時冇食，有時甲朋友去。我是 social 呢，甲朋友去。我是 form 6嘅時候，甲照管啊嘛，佢哋 prefect 甲同學管到 form 6嘅時，然後叫我 form 6嘅時，我係 form 6嘅班時，佢哋library 啊，唔是我冇睇 form 6，我是 library 一啲。OK， 然後咪是直接我見點嚇，佢哋 science lab 會啦 ，science lab 誒對面，你 library 落嚟一啲對面咪是 science lab 嚟咯。Science lab directly 邊啊，就是canteen。對，yes。然後我是早入去 canteen，未包。我是自家買你煎嘅雲吞啊。哦，煎嘅雲吞一半對。Yes。然後早就對 class 位。就 quick bite 啊 ，quick bite。
我俾佢兩個特特冷門食暑假嘛，然後伴我朋友食。哦，OK，所以你試玩下。你讀中學是夾掉倆，你 prefer 無學你做呢可能物件。哦 ，OK， Form 6人有時會來亂路，特別你講抄壞學頭冇，你冇插手，呀，冇事。特別好，你會記中學時捌就學 prefect 叻就係咩物件？增加，我係增加小燈，冇講淡薄咯。誒，冇叻，一直教學我係你教增加，一直教學我教增加叫我冇路教，冇去教。哦，一步 up 冇掉住。我掉住到。我得問。做咩數佢哋 prefect 嘛？係路俾你物件嘅，like 我未 understand what。你別使，唔是 reset 嘅睇，唔是 reset 嘅睇，走去俾。OK。誒，特別你係兩個價別咯，就是講，我真係奇怪。係咯，兩個價別，你 prefect 係呢兩個價別咯嘅。有女談啫咩？唔係談，因為因為一般擺平平咧咩？特擺開好勢啊，應該是。一時包時，你會使叫 baby 幾兩本嚟使。因為 OK， 我嘅肯定是 share 攞嚟學等，然後冇上班個冇上班只係點先？一數字呢冇上班學等。Sorry， share 攞嚟學等是 share 個住。數字，你 private 數字，仲領 private 有冇搞錯 ？private 一般特別 share 個路人啊。係啦，冇較 efficient 嘛，伊是成個人佢哋財經咧 Jack and Jill 財經啊，你最多平時是個幫山咧，只平時 private 嘅嘛，咧中位是往嘅 canteen 嘛，所以樣想 share 一個位，所以我幫只點先冇想呢，冇想點先，所以你別講錯掉，然後伊使伊有時有嚟打開隻股嘅啦，有時可能做工嘅人啊，還是。先生使住去俾物件。我人先生有去食本咧，也有隻先生多嘅嘛。呀，然後一物件真好食，特別我冇咩關係去canteen嘅，唔知係 maybe 我 anti-social 數，即係人嘅 ，Oh my God， 我就想到嗬。你個會記係咩咧？你個冇講。個係咩啊 ？OK， 我會記就是因為福建麵哦，特別我是講只，我嗰時有去canteen種類咧，我是去茶米粉咧係吹女嘅啦 ，OK， 茶米，茶米啲。誒頭一單要賣迄個三角錐呢，可能係，然後賣落地啊咩，賣落地呢，落地有個有茶雜飯嘅咧，一成個賣迄個經濟盤，有啊。Actually 我冇 recollection of 即係種類嘅canteen啊，我係canteen嘅 recollection 較好係到底是我係第二間嘅Form 6嘅Saint 唔是 Saint Methodist Boys School 嘅話是MBS OK MBS 嘅canteen我個會記，所種類嘅嗰個物件你會記係咪好食啊？福建麵好食係我上個是福建麵好食。豆水，我頭擺去食豆水。豆水個類，是個類。我未見蘿蔔啊，你。但是只蘿蔔嗬。豆水好食嚇，豆水好啉。我話講咩？你講嘅時候冇有天數咯而家。再講食咧，我再講食咧。對啊，canteen就種類啊，只有見你 OK canteen。recess 嘛，中個 recess。中領我本時間啦。叫阿龍車啦，叫佢車啊，亦應該記得。我打行。我講我都唔話當見中領啊，我本時間。中領。中領。就見到他三個字。我唔是哦。你都唔捌記過。我試下邊一季節呢，特別我其實近來上個當佢都 mention 到阿你豆水，我本時會記近來豆水呢。then 我當佢我想到對我講下到嚟中領嘅係你canteen啊，是 I think 是我講係地菜。地菜啊，哦，你冇好食我講。哦，誒我記後尾就沙河飯了，後尾有沙河飯，後尾一啖我嗰陣是食沙河飯嘅。我感覺我係其實未歹，我對我嚟講 OK 啦，特別我冇面。你都冇 comparison 嘅時候，特別他報地人都是好食，你覺得都是去 super tanker 嘅食啦，然後你 canteen 冇上年嘛，我諗稱讚咧第年。你 super tanker，攞睇去 super tanker 嘅食哦，攞嘅 canteen。我諗 actually 我諗是未使出去嘅。
啷件店咧，啷件店有生理啊？未怪啦，叫人別使出去，because 驚冇生理事，佢去隔壁食。阮是有生理嘅，特別因為真濟人暑假走出去嘛，是毋是？但他真是有迄個，特別別使穿我當衫啊！社會啊！社所以有時人三星啊，所以人當人有去遐邊 interact 下面啦，特別本是無啦，人被 control 啦，所以我覺得我第暑假就是我早起嘅時啊，我就是會走去 super 蛋去食迄個米線啊，福州米線咧，來19分鐘，紅嘅，你係紅，唔是啊，迄個福州魚丸，福州魚丸，所以我就是我時我 routine 就是教我朋友吼。就是愛走去遐邊食，食短呢個時間食少爾。這是 before 開學嘅時啊。before 開學嘅時我去食了。接學唔是開學，接學嘅時我就是走去食了，個後尾走入去。Actually，你學堂啊 ，try to implement 無相嘅 rules 啊，互我人唔係帶外口食物件，但比我伊未。你canteen入面有咩物件食你叫？我因為是佛教嘅學堂嘛，食這個啦。無食這就是有一單是食這。好條本啊。本是有經濟杯有水，特別我第會記得好似經濟杯是興義嘅經濟杯。嗱你興義我等講係食咩？係咪經濟杯好食 ？OK。興義本是有係福建麵啦，特別我第會記得是有羅蒂醬奶哦。哇！係咪間羅蒂醬奶本是真出名？哇！咱冇羅蒂醬奶嗬？咱從零冇羅蒂醬奶嗬？冇。個羅蒂醬奶好了。咱成個是，咱成個是無下撈嚟付了。特別只少穆斯林聖數 ，because 我實係外包一個。但係是應該有啩，有你先生嘛是。對啊，邊個去夾去哦？有下撈嚟付啊？還是加了付就袂下撈咧？無啩。有吧？咩都嚟學堂，古早福建麵學生是被幾小姐，嗰咧就無下啦。特別我學堂係冇讀吧？招人穆斯林伊開別打，伊別無夠，伊別survive。特別，伊都唔是講哈拉物件特別是跟穆斯林人食嘛，哈拉人白人先食。等人咪使對啊，哈拉咪食。是啦，特別你炒粿條來食，你把油泡嘅，假是來去食。冇啦，我等你冇把油泡喺度含面。我等未使嗬 ，maybe。冇啦，我未頂到啲冇嚟減啊，頂到未啊，我未。我有油泡。Because 我，你人係卡面有把油泡啊？有，because 我人嘅我特別食，你吹女嘅有攤係把油泡咩？嘛是無下啦，你是講咩？所以我講，maybe 頂到冇嚟，比如我等過真正少冇先生，先生 maybe 有啦，特別本真正少，我係你class 有一間穆斯林嘅，阿咪是華人啦，馬來人。特別伊真厲害，伊寫嚇未必佢自己寫嚟打開寫書法只教嗰就，所以去比賽是大擺就彈人會獎，但是冇彈獎，冇彈獎冇彈人會獎嘅，because 伊其他等人嘅了學出嚟，馬來人寫中凱、大凱、小凱比賽。OK， 等我毛毛菇，毛毛菇走呀。冇 Google 啊，冇屌啊 ，We 話緊啲。你話會唔會有什麼？係咪你緊啲？我同你講，我差唔多成日攞嚟看，我本時，哎呀，攞ใจ啦，人，即係看女波但boy 嗬。Sometimes 啊，可能bully。我就是咯，但係未必我冇去，未必我冇去成日看咯。你學人嘅。對啦，就是學人啦，แล้วลูกก็จะความน่าอดตึงแล้วเสียเลยภัยแก่มาแล้ว我同你講ว่าอดตึงเลย頭嘅時候是有ภัยแก่แล้วรู้ใจจงอกเลย
我唔知你人去邊有安尼款嘅情形我啦，咧成日講我人煩惱學咧，嗬是真正鬼混嘅，伊嘅派件咧是唔也是到外口有參加迄個私會黨啊安尼款嘅，然後所以人，所以你會拄到安尼款嘅人，所以我唔敢去見頂嘅。哦，你驚講會拄到，可能去bul理，可能去欺負你呢？我甲你講 ，because 我有 try 過，就是咧我去買物件食是咧吼，特別我是互唐人bul理啦，唐人特別。本是你三成啊，本是三成嘅。三成嘅對，三成嚟對，三成嚟。所以你 maybe 成日講你人讀壯齡喎吼，啊無就是接線啊，啊無就是迄個較像 high school 啊，你款嘅咧吼會較少 ，because 伊人是 control school 嚟嘛。所以成日講我人普通嘅煩惱有當我較濟安尼款嘅情形，就是會拄到歹件係咪安尼款咯？哦，所以你直頭你 avoid 去 canteen 是 because of that 啦。是哦，所以我頭也是有去嘅。แล้ว in the end 過了成家幾拿刀，แล้ว我無物件แล้ว就是安怎咧？我人早起也是你早啦，啊個6點幾安尼款嗬。哦，對，我嗰時搭巴士喎，我搭巴士去學堂嘅，搭公共I mean public 嘅迄個公共巴士嘅，所以我特別嚇，我搭巴士嗬嚇，咧就早起啊，所以去到嗰邊也是咧。較濟本是6點幾，袂愛晚7點安尼款爾，所以咱7點半甲 start 嘅嘛，所以就先去外口嘅嗰邊點食。OK，馬上過住咯，就冇大行嚟。就是去外口嘅嗰邊點食了，然後等陣你過後你放食啊是，because 是放食本20 minutes 還是15 minutes 嘛，所以你袂講腰間做款嘅啦。但係我有食，我臨時個後生啊是啊，你袂腰嘅無講腰間做款嘅，然後就咧有買淡薄貴安尼款咯，有陣時啊買飯拿係貴啊老掉咯，แล้ว recess time 還是咪食咯。我本時間咧，我本時我特別叫我媽 prepare。互我寄去學堂嚟食，寄物件去學堂嚟食。然後佢教我是到底我班嘅頭前，我哋講龍溝邊位，即到底龍溝邊加迄個頭前嘅咧corridor 啊，你個客機嗰邊，你肯食。然後頂頭未使，頂頭話未使到啲班嘅啊衰嘅，因為要叫人出你知哦，教人就要出你知哦。對，特別教較大漢了，成日講人 from 3安尼款啊 ，from 3未使啊，我特別出來，我班特別數，我叫教人出 lock 嘢，我班起來了，我特別到啲外口去食，因為我買食本身很特別食。好事啊，食啦，我學堂本身咧，未使你未使到班咧。對。後來那時我人 from 1 from 2啊是有安尼款，特別較大漢了，嗬，成日講 from 4 from 5我人就無安尼款了啦。安尼款咯，แล้ว講起แล้ว講canteen啊啦，嗰有一項呢就是嗬，我人有一巴士啦嗬，伊是專門賣nasi lemak嘅咯就，特別nasi lemak嗬，伊個是唐人嘅嘛，是nasi lemak伊家己煮嘅，所以雞肉嗬，真係人屬個食嘅喎，唔知係咩事咧 ，because 嗬，伊雞肉是鹹嘅啦，就 means 講是有煮咖喱汁安尼款嘅，特別呢。伊是成日去煎，伊成日去煎了後咧，伊皮有淡薄咖喱啦嗬，แล้ว伊過後伊就煮嘅嗰種三拜喎，伊個唔是雲南三拜喎，伊是上間較牛呢有色來嘅味素安尼款嘅，所以你就香咯，就無香咯嚇，แล้ว有淡薄酸甜安尼款嘅，所以我人就甲迄個巴士安哥我嗬訂迄個飯咯，那是了嘛哦。特別教我人會曉家己去外口嗰邊點食時咧嚇，咧就無訂咯。我會記你講起訂嗬，我會記我 Form 2嘅時，我朋友當時樣搭牌嘅嗬，不 Form 4唔是 Form 2，Form 2喎 ，Form 2係搭牌嘅咩？未啊？嚇 ？bicycle 啊？冇摩托拜，未必是馬仔。摩托拜是 Form 3。我標掉啦，我年代時啊，我係叫我 Form 3啊，等於10個去 onwards 啊，我去嘅 SRT 搭牌嘅，所以咯 maybe 唔知，因為我細時係過咗10個去 plus，
哈，對，所以一般以前我先在 L 哈對 L lesson 哈對，啊，然後我叫我朋友是伊個幾呢是去買去買，迄啲是 from two 嚟嘅，伊是伊特別伊去學堂來學堂嘅時，伊就是去櫃買迄個那斯拉瑪，但那斯拉瑪是叫菜嘅，你知道？伊唔是就講一包嘅半骨曬，伊叫菜咧，叫一包有砂糖啦，有油糊啦，嗰啲物件。嚇，你我度訂咯，佢一直把早一陣時就講 take order 了誒，take order 了去到嘅時，就互人買一包互人睇咯。然後來半咧，然後我開始早起食我唔是等個一包，我是 breakfast 啊，巴都阿未開學時到啲班頭食，你別使到班你食物件誒。我到啲班嚟頭食，安尼鹹哎呦鹹誒，我哋講係咪唔使誒？哦，我諗韓國個無安尼鹹啦，當然我應該是較鹹嘅啦，韓國無啊，我真鹹嘅啊。你係成咗小學，無小學目前咧未使大班嘅 recess time。誒，等陣，你人成日講 OK。叫中齡啦，一線啊，你看較有名嘅學堂咧，嗬，應該是無迄個什麼特別派件啊。有啊，真係無，我讀車迄個 form 4位嗬，伊個迄個規條 corridor 叫做三聖行。哇！三聖行，哇！你嘛真正，喲，三聖行，切掉咯，真係切掉咯。伊人嘛真正，很帥氣啊！你看。OK， 我跟你講，條本咯，老吹喏。Actually， 我跟你講，我三聖行呢，點解時我個冇名？三聖行我是 because of from 3讀SRP 我是 call， 以前唔知是講，你若是 result certain qualification 過 something 呢，嗬，你就 automatically 排去 science stream 嘅咋，伊唔是你愛嘛。然後你愛嚟講，你家己會使。拖寫字拖去換去 art stream 嘅，所以我頭幾日呢是到啲 form 4時讀art stream 嘅，咁嗱人我入班嘅了嘛，入學啊嘛，所以แล้ว either 寫 art stream 一定寫真正 ，you know 就半話，所以你讀 art stream 人佢嘅成績是無好嘅，所以 either 是你讀考冊無夠，不要讀冊，還是無時間讀冊人，啊無就是三星哦。所以我人隔了去 form 4時，我換班時我叻幾禮拜，可能幾日節，所以我去教時我會 already take 起來，所以我頂到時，你看我成日怪驚啦，我是坐頭前嘅聽先生，特別話我背喎，我係頭前會覺得可能 take 了起來就，跟住轉後尾是參嗰啲三星嘅了呢就，所以我是坐啲三星入邊，一 surrounded by 三星嘅了嘅就，特別樣隻我又講啊，樣隻成日講樣隻叫咩啫？唔知是個 loyal 啦，係咪？樣係保護你嘅就。所以樣教不教我講，係是你是樣嘅朋友嚇，然後佢就是加無安呢，再講啊，無安呢三星嘅人樣嘅保護佢。對，所以你睇就是伊講伊是講，因為我無法嘛，我就坐後尾啊，你大家都嘅三星，你個人講我買尋路你看咩？那咪是白的，那咪是I mean 本是交朋友啦，特別我自己驚就是樣小牌 ，because 就樣小牌 ，OK，講講放笨蛋咁小牌嘅，helmet 活冷呢，咁講，之後一隻啪隻小牌嚟，我冚咩走全個口去企啊！你我唔會啊嘛，我只係講嘢後尾活掉啊就，所以我一人在，你都知咩數，特別樣考就係要偷看我 answer 嘅數，然後所以我講，你人會使看，特別人未使叫啊 ，because 我咪叫 involve 嘛，所以我冇掉啲冚啦，我冇掉啲冚嘅 answer 啦，所以我做時。伊若是我變過去了，樣被看頭前嘅，樣我講你袂使叫我，你就叫我是起手叫先生來嘅。所以我講特別，若是我用看寫條時，你會使看，我冇插，我冇冚嘅。所以樣本成日講 agreement 咯，所以伊人冇唔加動話嘅，考冊是唔加動話嘅。了樣寫過話就樣寫照過嘅，嚇樣特別啊。聯絡哦。定知我人去同劍嘅了，定當講三星同劍嘅啦，唔係做大頭嘅了，同劍。特別
做样只。啲中年安怎本好，你講伊有歹，伊本是 from 好嘅學等出來嘅嘛，應該是 OK 嘅啩。咪是 feel 咯，出來㗎啦 ，feel SBM feel。哦，是咩？誒特別我之前我班啊，我班有一間啊，真正拍拼嘅啊，伊是直到頭前嘅啦，我phòng 4我班啊，phòng 5我冇上班，phòng 4上班，伊哦真正拍拼啊，是10年，然後。讀冊真正拼哦，特別成績考無好啊 ，SBM 嘅時候，伊小氣哦，佢先哦。然後我朋友看到到啲伊嘅路行無清衫，嗱什麼直直講伊考，直直講伊掉，伊是 stuck 到啲考冊係是考未掉嘅。哎呦，教我上班phòng 4。我同你講，成日講人即邊 BM 嘅喎，有定人 school 啦，本是伊人考別咗 SBM，伊人去注冊，跳樓嘅本意，佢先咯，跳樓嘅本，一隻 stress 咗啦，讀冊是為。本人真正少數呢，咧 SBM。係咯，唔係，你黑屎嘅事喎，你黑屎嘅事是真大數咯，你黑屎是真大人應該教你囡仔講，唔明了解會出頭嘅。無特別迄個點聲吼，咱個是真正重要，你知道即個，你知道這重要，廿幾個 A 啦，就是教嘅囡仔啦，你知道迄陣時，咱都賣講啦，咱普通學堂個無聲哦，普通學堂無理你去死，特別即個熱線啦，有名學堂啊，即個有名學堂喎，吼，伊人 stress 嘅，是不咯？是啦，即嘛是迄個。大人嘅 society 做出來嘅，對，嗰個self-impose，囡仔袂家己做，安尼可能唔記出來。只有等冇成日講係 problem 啊，我話啥？我有一個故事，就是我，你講咧，別使講。啊，來講。佢講先，佢講先。你講先。冇我講嘅物件冇上 topic 啊。等等，我去 Clubhouse，我去 Clubhouse 人canteen，我冇講啦，人聽㗎嘛。Clubhouse 人嘅 canteen 咧，別使講你嘅 canteen 係咩？我粗講啦 ，OK，basically 我嘅 canteen 咧，嗱實是6個攤呢，一個是 sister 嘅攤，一個是外口 vendor 嘅，一個是 sister 嘅攤 ，and then the rest 嘅是外口嘅 ，sister 嘅攤就簡單嘅啦，賣 sandwich 啊，and then 一個華納攤呢，冇咩？白虎啊，白瓜袂記啦。白虎白瓜咧，一個花納湯呢，唔是咧，一個花納湯呢。哦，伊無係咧，頂到就興嘅，你sardine sandwich 就興嘅嘛。嗱，沙是舊件啊，嗱，沙是舊件。哦。and then 我第暑假嘅是垃圾湯咯。哦，垃圾好食喎呐，這是平常嘅小販嘅嚟下邊去賣。伊大邊賣，樣即濕落之來，外口人之來嘅。哦，係啦，是啦，咁啦，咪是濕之來，特別樣啥，因外口要大咧，一入嚟 lunchtime 嚟賣，肯定好。冇，伊是 throughout the day，only 垃圾攤。較濟嘛，成日看，嘛那有等個機賣，叫咱咪是濕互人嘅。嚇，迄個我等個機賣嘛是 sister 呢咯。sister 我諗冇呢。應叫哈拉路亞我等嘛。是啊，我學堂 actually 是有 connect with 邊嘅 convent school 嘅。哦。有關係有 connection 嘅，有係嚟來往嘅。So and then after that 垃圾攤，一個花納攤，一個水攤，佢即係佢兩個攤唔知賣幾味啊，主要是等人攤。特別一打花納攤。花納呢？喺花納攤咧是14點鐘嘅。比較正嘅，14點鐘冇卡咩啊 ？But I mean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 啦，係 morning shift、afternoon shift 啦。in between 點聲，伊冇卡咩嚇 ？Because it's the only halal。阿妹冇啦，阿妹冇。阿妹冇啦，阿妹冇。14點鐘嘅時候，阿妹會係佢自啊爽哦。冇啦。And advance 又。And then 最攤咧有賣 snack 嘅。And then 我哋 snack 咧是較 healthy 嘅，個是樣個其他炒乾好驚，係個醬啊，參白白唔是迄個外口嘅。And then 我較濟是食是我朋友嘅媽寄來嘅，買個邊那是都買，較大包數你冇到處寄去啊？你冇寄到處寄物件啫？
多厝无啦，我家己出去是中午时我家己夹面包，你节目都来甲人读册啊。也係呢。別使講你學堂嘅，未記嘅，別使講你學堂嘅canteen。你估只咩話？唔是半canteen ，sorry。半canteen。哦，我canteen 有3厘打，阿妹是變4厘打。哦，你少呢啊？有2厘水嘅打，冇我講食物件是3厘打，1、2、3，了阿妹是變4厘打。我等冇你做嘛？你少啊？哦，你啊等邊冇你做嘛？冇想咱做你嘅，你班40-50人。是啦，我嚟班32人嚟第四。OK。特別我人有半嘅，伊 I think 唔知 half of population 落去唔知9點5點。哦，所以冇上單，冇上單。嗰時我知我哋馬來人嘅打咧拜3人拜啊成少人嘅咧 ，because 伊有我哋馬來西亞人那是I am。哦，真呀暑假。哦，有時阿妹是開過一個馬來嘅檔，是伊是做咩啊？你馬來檔是做 roti canai， 特別 roti canai 要學下你白王啊，伊試過啊。哦，成個木塔巴嘅白王，嚇，成木塔巴，冰食嘅，哇！伊嘅白王有食。你有係咪豆啊？有下，即係豆咖喱。因為是嗰一個檔是被煎嘅物件。煎下煎雞啊咩啊？煎雞像 drummers 啦，啊無係你唔知啦，成個雲吞嘅物件。哦耶，煎雲吞。煎嘅物件有多大嘅物件？OK。了嗰時當時等人嘅安迪賣，我打到食嘅。別咩？係炒麵，是炒粿條，又賣湯嘅物件，我那時學見賣粿條湯嘅。哦哇！一大邊咧，這項冇啥物件。伊安迪。伊湯大概就是特別有一個湯嘅麵啦，因為是伊有 on the side 炒物件咯，特別係你炒嘅你要等咯，嚟你就排隊 order 伊個嚟炒好。OK。特別伊炒麵是真好食。你把對去緊點食？先數畢業。較久嘅時有對去，但即幾年無啦，無咧用工去條頂去甲你囡仔徛，所以我無去食。當佢唔知有換無換，特別較久時有去過啊。maybe 10年前啊，因為是有兩厘水打很香啊。嗰兩厘水打做咩事啊？唔知，我唔知。奇怪，嗰兩厘水打有淡薄 snack 安尼食啊叫咩啊？水果是叫咩？桂子係桂子，伊賣桂子啊，jelly 安尼物件。OK。冷嘅物件。你都冇問阿什垃圾掉。等陣我問問阿什垃圾咧，你canteen。哦，canteen 個路人嘅時間老闆，啊個是5厘單，一個炒粿條，一炒粿條是咁樣有迄個bean sprouts 叫咩？豆嘅湖邊喎。那是你 lucky 你夾到一個湖邊 ，and 伊 price 個了上嘅，15厘嗰是6塊。你無講你當買35厘無蝦無半行嘅，了是。特別係計料嘅哦，別使啦。無攤嘅，個了伊是 just 一個人收厘6塊，個了人6塊，嗰是1塊15厘，了你可以6塊，你可以攞5厘，所以伊有啥上嚟講，佢就對啦。伊 just 換嚟大力件，then 伊嘅迄個雲吞麵咧，伊你幫無攤雞嘅雲吞嘅。若是講伊是煎雲吞，個了人特別食煎嘅雲吞，若是伊是無較直接是無煎，個了就是個了食無煎嘅。了一個賣水嘅檔，了伊嘅水規隻是香嘅，唔是伊味水，就是迄個 pink color，唔知是蝦米物件來啦。了有頭先是 chocolate 色，唔知是啥事啊？啥物一隻 chocolate 色，酸梅啊是 something 啦，我無買啦。because 伊真吉利嘅咗，伊係訂50歐啊，個了人學1杯還是5厘，我未記啊。伊係到啲頂面嘅。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ที่จะเลยตัวเลยเลยพลาสติกทั้งอีjust อัน搶แล้วก็จะ搖ตัวตุ้งก็จะแห่ตัวตุ้ง咗，所以咪講別使食 ，OK 別使買啦，特別我頭買本啦，冇清氣嘅數，冇清氣數 ，because 但是你看到伊 color 啊，個黃色啦，個青色啊，你想講什麼特別伊，你食袂出，你覺得是糖水加冇想食嘅啦，烤掉啊！
cordial 係 cordial。แล้วนั่นสิลูกไอ้เลยโกปีเป้งแต่เป้งอยู่จะเลยเซ่ๆเลยถังเลยสิโนปวดแล้วลูกขอลุยแล้วอีเผาลูก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สิเบมอยแล้วเลยเบมอยอีก็เบ sanitary pad ลูก because กูจะ bathroom อีหลังโบยมาลูกจะจับว่าอุดตัน sometimes หลัง accident นี่จ้ะลูกใช้กี่ไก่เบ sanitary pad ขณะจะเลยเบ sanitary pad สิอันนี้คนเดียวแต่สมมติ听到路人嘅講了話，真係好命呢。有時我真做起來，我 because 我早起時我特登是食 breakfast 個起，แล้ว都冇要，แล้ว我會只是幾步嘅嘛，แล้ว朋友那時講話一行過我辦事就邊卡邊超，然後我就再講一兩個數俾佢話講了，แล้ว我就多嚟出張卡แล้ว就出個衝出去。แล้ว看到後面朋友講話，แล้ว行啲處長แล้ว有咧就借啲龍教，伊個แล้ว朋友個แล้ว有當嘅嘛，แล้ว我就幾步แล้ว我就做行落，什麼啦，แล้ว就嚟講，แล้ว佢個去 library， 所以我攰咧，講迄個 break time 咧，就是甲朋友講話 ，because 佢真係冇 telephone 冇幫行飛行先，catch up 啊，是，拍電話特別一撥嘅嘛，所以慢慢有拍電話。什麼你幾歲啊？過嚟 Canada 定美國是 Canada？ 15歲嚟。所以你嚟這邊嘅中學咧，我還沒冇想。但係以後佢中學是到這邊，都冇問題。喂，你細大年哦？冇，江沙。江沙對。唔是。對，唔是江沙。他們平華。我人嘅 family 住江沙，特別我小學是讀社灣，讀到 standard 6嘅時就搬去北海唔使讀3-4個月，我就去檳城了。然後咪去讀你平讀咯，然後平讀讀個form 3，แล้ว就嚟 Canada visa 拖冇掉，แล้ว未通嚟咪佢讀 form 4 2個月3個月啊，佢嚟哦。安尼哦，and so 我人講㗎，安尼好食啊物件。我有當時冇嘅，誒，你就去食一叉粿條，冷嘅你就一叉了，一跳一半個了，你即係攞骨，你夾一半，伊物件個了是冷嘅。哎呦，冇食。今年你愛食咗嘅物件，你就要食你雲吞麵雲吞麵你攤經是大雲吞麵，嗰是淡嘅雲吞麵，大雲吞麵越食濟人食雲吞麵 ，because 伊雲吞麵伊是大邊煮 ，because 也冇伊黏隻一個乾隻一碗的話嘛，所以雲吞麵 usually 一較快，伊 just 夾伊雲吞麵殺了，伊碗個了啊，伊豆油個了啊咗，所以即殺了就 just 攪就好咯。福建麵是 dry， 所以你今日愛食 dry 物件，你特別食係梅，嗰時食，那個一間是炒米粉，本是冷嘅，伊物件個了是冷嘅，所以我諗物件 actually 是冇好食嘅，特別我食了冇好食啦，你細漢時後面嘛是好食。แล้วลู嚟美國嘅時你中學我還沒冇上嘅。我學等。你是 Canada 是美國？你是美國嗬？Canada， 我到 Canada 到 Toronto， แล้ว我人嘅 private school 一部學等正細，所以แล้ว我學等大 downtown 大 CBT 啦，就人有嚟講咩大 downtown， 所以我特別去 restaurant 食，嗰時去。cafe 食咯，แล้ว我讀 grade 11，because 我冇上 campus 嘅嘛，我 grade 11嘅 campus 對面就是 Harvey， 所以特就去 Harvey 食 hot dog， 跟住食 hamburger， 跟住食 French fries， 行緊幾樣。แล้วตัว downtown 嘅時，我貴走去University of Toronto 嘅 cafeteria 食 ，because 我學當時ตัว University St George campus 對面，แล้ว我就試想走 ，but usually 去 cafe 啦。去 cafe 食物件食 lunch， 特別到 Canada 嘅時啊，食物食真貴，所以我 usually 我食 sandwich， 我家己夾 sandwich 去學堂食。我未看到啲YouTube 會好，唔是 YouTube， 到啲 Zoom 嘅人啊，看到 screen 上面當嘅，試嘅人 ，OK， 是咧，為我都食了未？因為我食咯，我不如把就不要話，這是咧 Dato Sri Vida 嚇 ，salmon skin，salmon skin，OK， 幾多一杯？我愛講，我聽到阿生講 about sanitary pad 嗬，
我唔知國檢啲人嘅點先有聽到無啊 ？because 我人學堂是嗰啲lesbian school 嘛，查某嘅嘛，然後嗰啲點先查某嘅嗰啲嘛，係咧，所以嗰啲點先是我中學時，即是 form 2嗰時 form 3點先，然後嗰啲點先，真係行讀書嘅時路網未記嘅，因為嗰啲傳到個。因為講伊個鬼會食你嘅 sanitary pad，所以你來定來嚟嘅。哦，是啦吧。然後所以因講愛係抌得大女嘅 sanitary pad，爆了你係食抌得落去所以伊個鬼唔加開嘅你 sanitary pad，伊係縮你開咋。哦。哇！我等，你知佢等查某嘅了嘛 ？sanitary pad 你抌得冇，弟弟冇。哦。個臭最後抌得。個針板類啊！哦，大媽你講，大媽住大媽甚至邊梅大媽住邊梅啊 ？I think 我幾間會梅 something。冇啊，梅我食下面。嚇對，大媽你講下咧，梅我你會講咩？因為你食咩啊？梅到 TikTok 俾，因為講到啦俾嘛。哦。我有面解講，而且阿龍嘅卡出來啊，陣時伊學卡嚇，伊學卡佢看到，是唔是青啊？伊是伊學卡是唔是啊？看到成個那 zoom in 冇啦，是是吧？你回個琴而家就係一個青起來琴會嗬。OK，來會話你講咩 ？OK， 你人有成日講有一個經驗咧，就是講變派哦。中學時啊？嚇。變派時，我嗱三兩隻正面講啊，哎呦特別譬如我上回講第二特別我未啊，人哋我有 appointment 數，所以我未講啊。OK，咱講變派是中學時參著別人嘅變派，就是講參著派啦。成日講參著派件嚟講呢。我是the other way 啦，我變好去。做咩事都哈利路亞事啊？冇，我放都是讀第三尾班呢，然後我。你知啦，我學堂就係你好嘅人驚啦。咩？你講咩傻蛋嚟驚啊！嗰時你搭到誒就冇驚啊，你自己就好死啊嘛。所以班字咩話咩啊！哇，就未打閒嘅咯。Form 3點先時 score 夠去頭一班，所以冇可能破水。我變好起啦，你係人極啊，未係人極啊，你未極。แล้ว等。วิว่าว่ารูปเป็นไพ่อ่ะโอเคว่าก็เรา講ว่า form 1啊時喎，form 1啊時啊，แล้วหลังว่าอะไรหนุ่ยโบ嘅嘛，แล้ว結果呢我 friend 呢อี是雜boy，所以呢是合派อี成日講淡薄派本是三星啊，你講嘢啦，แล้ว呢อี就會去拔掉呢because อี有去外口做工咧，成日講 form 1啊，你講啊，去鬥球手人店啊做工咧，咧就拔掉幾哪裡咧，本是三星嘅，然後無上學堂嘅，然後無上學堂嘅แล้ว你知有人中學是隻事件啊，就是 campfire 啦、gathering 啦，你講嘅嘛，無上嘅 society，無上嘅 school，伊人會做。到底學堂嘅為 campus， 到底佢哋學堂嘅炒掉啊！你講你แล้ว人去 campfire 啊，你講你嘛？記名，有記名啊！แล้ว有嘅冇，แล้ว我去แล้ว嗰陣時咧伊就招講愛咪去咯，你講咯，แล้ว去แล้ว我咪講 OK 咯，咪去參咯，แล้ว頭係是不是特別驚嘅？因為咧有無相嘅打波個雜波啊規定嘅啦，แล้ว個情家。你在請假成個啦仔啊！你講啊，派鏡，你講啊，แล้วก็定打波啊，定耳水啦，咩你講你下แล้ว使咩下咯？等，伊人派鏡嘛，我都冇查啊，叫我等咁就情啦，冇啦，叫我等路頭呢啦。你是講伊想我等以外活動嘅事。以外。แล้ว佢暫時咧是要講愛去一個檳城嘅 school， 就是 Batu Lanjang 嘅 SMK Batu Lanjang， 伊人有做一個 gathering， 伊人有做一個 campfire，OK， 所以人就會使
會使去咯，你看咯，แล้ว當時就搭巴士就搭巴士去嗰邊啊，嗬，แล้วbecause 安尼款嘅 campfire 我較濟咧，伊人是有 invite 嘅，意思係講有 invitation 嘅，所以 invite 嘅 school 咧，嗬，甲會使去嘅，若是講你伊無 invite 到你 school 咧，嗬，你是袂使去嘅，所以一班人咧，嗬，伊是無 invitation 嘅，我參加一班人啦，係你派件嘅咧，我無 invitation 嘅，แล้วก็แบบ經過成個無迄個 uniform 啊，無成日講 BBSM 啊 ，Scout 啊，嘅衫咧，我哋是穿家己嘅衫去嘅嘛，แล้วแบบ緊咯，伊啊，伊咧迄個大波就怪久嘅就，伊一頭吼去挽迄個操場嘅迄個巴架啊，籬笆。伊籬笆甲伊丟起來了吼，一個咧偷走入去伊個學堂內邊。แล้ว就去 join 伊個 campfire 咯，這邊跳舞啊、做簫啊，你看咯，啊你是頭一道。然後嗰陣時吼，我看到安尼款啊吼，我感覺到講刺激咯。我感覺到講刺激咯，哇！原來吼派件啊，吼是安尼爽嘅都知咯，然後吼結果我應該是參加伊人橋咋，我參伊人，然後趙影啊吼，成日講趙影啊，呢就去 because 伊人成日伊人隔了一個派件咧是大到我厝嘅附近嘅，嚇，你捌嘅，成neighborhood嚟見哪咧？neighborhood 見啦，特別我唔捌嘅，伊人成日到萬，伊人嘅爸母會是到萬山賣菜，做賣菜嘅啦，咪啦，แล้วรู้ใจ啦，伊人隔了到萬山就會走了走嚟走去แล้ว捌แล้วรู้ใจอันนี้款嘅見啦，我會成派嘅嘛，แล้ว特別呢，我就 start 去參伊人咯，我暫時我個 remove เนี่ยremove เนี่ยแล้ว我就去參伊人咯，哇感覺講刺激咯，แล้ว就啲萬山嘅位啊講話多聲咩臭話啦，你冇對啊，你咩係咩啊？對啦。對，你有冇笑你啊？有冇想講哦？你參望一定啊，很參嘅 UK 啦。對，แล้ว嚇一般特別啲接受你啊 ，actually 伊人是有入黨嘅。哦，你冇啦，入黨嘅，我冇，特別伊人是當咗成日講，伊人是較大漢咧嘛，成日講 from 3 from 4了嘅啊。你當咗做朋友嘅。嚇，แล้ว當做是朋友啊，แล้วรู้ใจ啦陣時嗬，咱個四幾人嘅女保啊，แล้ว有安尼款嘅派件嚟保護你喎，是唔是食爽？對，即係感覺就講有安全感嘛，有人會甲你即個嘛，甲你保護。有個咧是大波就參大波雜寶本，大波本有嘅。哦，所以人雜寶本接當嘅啦。哎呦，伊雜波講。咩臭話或者普通嘅，到萬山嘅位啊，本是叫咩？不如 from 2呢，會 from 2 from 3呢，三成波嘅了誒，特別就爽嘅，就講。你嗰陣就 free 嘅時候。啊，對。你冇嗰陣鬼驚，你變到就 interesting 嘅，可能拍戲咧。แล้ว佢後時嗬，一路變派哦。嗰陣時嗬，我唔記得我買突赤橋咗，我感覺就講我突熱啦，就講幫學咧我 ，because 我 remove 我只特別嘅，我諗 remove 我是突雜去班嘅 ，because 馬路個前兩班嘅嘛，所以一人學我突雜去班，即係 remove 突雜去班，你諗嘛下晡嘛有點聲咯，所以下晡有點聲咧，我就是走去萬山嗰邊啊，去隨伊人啦。แล้วขี่กับไอ้รังชิโถอ่ะกองหัวล่ะอะไรพวกนั้นแล้วลูกเก่าแม่ชอบว่าบุญน่ะตัวยังอ่ะ嗰陣時冇講肉搞啦，特別一般誒咩臭話咯，成日失敗啊、負面啊，可能會曉啦。冇啊，不如按咗誒咩？哎呀，冇我聽到啊，細漢嘅時候，我一句臭話冇講過就，我是變得好勁氣我個講。哦 ，OK，我是為咗 protect 咱嘅 language 我個講口話 ，OK。哦，แล้ว in the end แล้ว佢เอา時嗬，แล้ว有一道時呢就好食了，แล้ว個 campfire 了，嗱，แล้ว我人哦就是正暑假去 campfire 嘅 ，because campfire 有攤佚佗嘛，แล้ว好咯，一道呢嗬，佢再參大店嘅，即係大波嘅แล้ว去嗰個 campfire 咯嗬，去咧嗰個 campfire 咧我人愛接去 ，actually 伊是學我人接。OK， 你講 OK， 好多人 outsider 入嚟啦，嗬，特別呢係少類咯 ，OK，所以呢，成日講一人成日是
3箍安尼款3箍了有一支水汽水แล้วก็一個螺蒂安尼款啦好รู้咯แล้วหลังมา好รู้咯好รู้แล้วแล้วอีจะ來夾來一桶一拿迄水係食物嘅汽水特別是玻璃汽水就玻璃罐呢一罐玻璃罐呢咯夾來咯夾來了螺蒂本夾來了吼แล้ว唔知是安怎款咧其中嘅一個 scout 咧伊是水草類㗎還是啥物แล้ว就 start 教我人喺你派鏡頭是牙路啊你就牙路咧嗬แล้ว喺你派鏡頭是 from 4 from 5分嘅款咧就伊講咧別說咧嗬แล้ว邊是喺你水嘛一直頭嚟搏落去要派頭嚟搏落去拍落去咁就伊玻璃because 伊人嗰咧有接當了誒所以邊電咯邊電啦對人是只破痛嚟啦流血啦頭破啦嗰咧伊人嗰咧只破痛咧一搏落去咧嗬咧 start 亂咧就แล้ว路地嗰時伊人我有啲，我就邊咯，我咪掉斜鏡咯，試一等人馬達，伊人個報馬達咁就，所以馬達嗰咧來咁就，然後嗰陣時啲小拍嘅時候，我同你講，特別有陣時嗬，你講即係派鏡啦，伊人唔係是淨係講儀器嘅啫，伊唔係是有派伊個鏡啊，嗬，佢哋 maybe from 3 from 4，你講你啊白人啊，嗬，嚟過我人嘅喎，一人拖人去阿妹咪參安尼款，就所以有陣時都講派鏡嗬，特別一人不是只儀器咯，伊幾耐人嗬嚟拖我人去阿妹咧，叫我人點咪出聲，咧到邊徛條單咯，單咧嗬，咧馬打嚟啊喎，馬打嚟啊嗬，咧解啊，哇！嗰陣時我突然間會有驚啦，because 就係講一陣。係就 remove 咯，就是係你 remove 嘅嘢咯。咁แล้ว物件發生到 remove 嘅，แล้ว就驚啦就 because 你若是講伊愛掠甲了嘅人啊，嗬，哇，我人就解了咯，你看咯，所以嗬，伊人嗬就有佢幾耐人保護我人嘅啊，嗬，就教我人咯。你當然你出去嘅時你嗬，你愛保持鎮定，แล้ว你講你唔捌我人嘅。你唔捌我人嘅，你唔捌我人嘅 ，because 我人個我人嘅面看起來就知嘛，就所 maybe 就是成日講普通嘅中學生啊那款人嘛，所以你咪講唔捌我人，然後保持鎮定咯，行是唔係有行過馬達，就馬達啲邊直啊就，然後即幾那嚟拍鏡我佢哋拍人嘅哇！伊人半狗咯，伊人拍人過後咧伊人走唔知走去大陸避咧然後冇地氣啊，冇地氣啦，唔知伊人 from 嗰邊，安尼款走去啦，走出去咧個表見，伊人只係狗嘅唔知安怎伊人成日講有一個 instinct 安尼款伊人會知講伊人會家己嘅。friend 啲大陸嘅都就係，所以話隻名咧佢在gather 到對啊，gather 到對啦แล้ว過後時伊人個有 last time 冇 handphone 嘅嘛，咪用 public phone 咯用 public phone 嚟 phone， แล้ว伊人是有接檔嘅嘛，所以一 call เนี่ย啦，哇伊人係大佬嘅咧嚟就嚟咧一開一車啦，一頂車裏邊啦，嗲嘅咧，佢拍人嘅。拍人嘅佢哋係幾哪裡喎？佢嗲一個車裏邊。嗲是講載人去走下，載人走下。哦，安尼款，上班阿妹嘅佢哋阿妹啊。我想你講嗲，我想講係嗲嘢，你汽水嘅罐啊，一路啲嘅變嘢。哦，嗲嘢人嘅咧，可以人走，แล้วก็比較緊哦，แล้ว個半路時個半路。走咧，咧去個半路嘅時候，佢拄到把你大佬都就，睇你是唔係是20幾歲咧？嗰種大佬就，你話坐我人去分啡喎，爬人過後咧，坐我人去分啡就，哇！我人哋講嘅係笑來閃，係啦，笑來閃，that's the way they recruit members。哇！即係咧，對我好啊，特別慘咩？對咧，哇！坐人去掂佢哋分啡啊，掂啦แล้ว唔是話佢哋追啊，佢哋一壓嘅追啊，個半河人啦，你款，
然後我去個對厝，特別嗰陣時是應該是有着斜鏡了啦，着斜鏡了，然後我就有反省了咯。然後我若是講安尼款嘅生活啦，嗬，安尼款落去啦，是假嘅啦，安尼款。就所以 after 嗰一條樹咧，嗬，我就冇參啦。哦，直頭你有冇嚟參路啊？有冇嚟接照路啊？冇，應該幫路。because 我人他冇上學堂嘅。我人是有去辦，我人是搞了 gather 個辦山嘅，แล้ว冇上 school 嘅，แล้ว我是讀11隻啊，伊人是讀 private 嘅 ，so in the end 啊冇參แล้ว我嘛冇去辦山呀咯，冇就是去辦山แล้ว就避開伊人嘅打啊，你看啦。其實俺講我聽前面嘅講啊，點解特別都佢就係對嚟講另外一個 topic 啊 ，because 即係把我冇影響，冇嚟講就落地就了啊。咱講關澳嘅時，不得。講關澳嘅時，就是中澳嘅地址，就講關澳嘅時。如果稍微在像係讓嘅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啊，課外活動啊，你到底班嚟參下咩 association 啊，參下咩咩啊，你叫我講嘛，辯論比賽啊，แล้วก็有啲先生啊，講咩？個有我人14歲加17歲啊，你可能點寫是？咪就嚇對大，對，我就真濟物件嘅點寫。嚇對，像我聽過啦，我個見捌過嘅，我聽人講到啲總領後尾你 band 嘅房間位後，定到有人到底喺邊位鋪小鋪內人，到底攞嚟打波，攞嚟打波，對，攞嚟打波。特別我唔知啊，我真正大漢啊，我個聽人講嘅，講嚇都唔知，佢哋等嚟拆嘅咧，我自己講唔知，所以我俾聽，你可能告訴 ，OK？ 我做工，我古早公司做工嘅位，做工嘅位即係幾年前嘅事。可能咧掉啊！storage 嘅位，但佢冇去來看。Oh my god！咪是掉差咯。一個做冇，因冇啦，我冇講說特別。我捌嘅人真正教講，是咪我就是假聽嘛。So actually 樣包個真正 secretive 啊！我過啊，過半公司啊，所以個教人講樣，真正人冇聽過。然後佢鬧橋，我係做甲幾年過啊，甲走。哦哇！我是馬上來，拜拜。攏是小笨笨，攏就是為聽可能告訴我，喺中澳第二處嘅時候，攏特別來參加報名參加個個時，攏都對嚟講 ，OK。了，若是講攏未再講安怎參這個邊嚟學嘅呢？你是個個啊，你是講六個啊？誒，當然是個個啊。見個個啊？對，六個，對，六個時，攏未參加嘅時候，攏特別去報名啊，無就是攏到啲即個邊嚟學嘅朋友嗬，頂面即個 WhatsApp 即係你去，安怎講啊？get on the show 這邊，你大家 on the show，แล้ว你係是 sign up 即個 email，啊無就是 join 即 WhatsApp 嘅 group，你 join WhatsApp 嘅 channel 咧是話有蝦米物件報告落，唔是一對通知啦。OK， 感謝特別嘉賓，即個禮拜安尼謝無相嘅嘉賓嚟教人參加講話，แล้ว個有再講定到位嘅話是三成件嚟就 OK。係未上線啊！then 了特別冇咖喱誒，Elaine 講到話 Elaine 是特別唔知講埋講，起來大啲我唔知，我唔知是條地起來是唔條地起來，我唔知。個人。阿 John， 你特別講，你 June 你特別係 juicy gossip， 你要啷個記嚟？唔記得啷地址。juicy gossip， 中澳嘅 gossip。แล้วMalaysia 人聽，嗱，佢買喎，Elaine teacher 加 student 啊，喲，Elaine 對畫面定之上人講有用嘅好，有人用嘅好。有啊，我。聽到。就係咩？已經我哋啲名阿澤，咱講阿澤有人名喎，所以都幾上貴一個喎。阿莫丹啦。阿莫丹有啊。是啦，你驚買隻唔隻個招人嘢睇，買隻唔。阿莫丹有個快，攞嚟是俾參。registered trademark 飛河咧，阿總笑起啊 ，registered trademark 呢啲。因為要發少
我嗰啲有聲過。冇聽到，特別細聲，你講我較細聲，特別冇亂啊，冇聲定住，你講頂呢？哦，話你就啲去買唱片咧，好勁啊！我 actually 我是 order 了。哦，你嘅80萬未回我記走電嘅聲，然後唔要緊，你笑過你嘅畫面或者是對嚟教我講，然後新嘅畫面，然後當我是在 Clubhouse 時，你使嚟講嘅啫，當今你冇走電嘅聲，使嚟嘅啫各位特別嘉賓，講一邊聲嘅我本本咪走啊，感謝下禮拜兩再見過 ，OK， 感謝，拜。到底 YouTube 嘅人，頂一禮拜無看，必須到這邊訂，只手邊呢訂看訂聽伊看訂好，我會現到錄音室通知你了個咩？我別講名，不得有現到錄音了個第 N 別講第 N 我係感謝自己變得好見第 N， 感謝，拜。哎呀！